Ellie， 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喺啡色同灰色 color con 之間猶豫，兩隻都好靚，但效果完全唔一樣，有時真係好難揀。特別係想配搭唔同嘅膚色同妝容，到底邊款先最適合你嘅穿搭同氣質？今日就嚟同大家拆解啡色同灰色隱形眼鏡嘅分別，同埋點樣配合妝容打造完美眼神。噔噔，我最常用嘅 color con 就係佢哋啦，全部都係來自我好中意嘅品牌 Olens， 佢係韓國人氣 No.1 嘅隱形眼鏡品牌。佢哋嘅隱形眼鏡唔單止選擇多，戴落去仲超舒服。如果你都想入手 Olens 嘅 color con， 香港就有17間分店，仲係 Olens 嘅第一間海外旗艦店。門市遍布港九新界多個大型商場，去實體店入手都好方便。如果你中意網購，更加唔可以錯過佢哋嘅官方網店，記得去翻佢哋嘅官方網站落單，貨夠齊送貨快，最緊要係保證正貨，對眼睛先有保障。偷偷地話俾大家知，而家仲有官網優惠，只要喺7月31號之前買滿指定金額，再輸入我嘅優惠碼就可以減50蚊。仲有記得撳埋 info box 條 link 免費攞試用裝。VV Ring 系列相信大家都唔會陌生，佢係 Olens 嘅王牌經典款。今次就想順便同大家開箱埋全新嘅 Relish 系列，我會話佢係 VV Ring 嘅升級版。Relish 系列嘅特色係佢嘅着色直徑達13.5mm， 較大嘅尺寸同內圈設計會令你對眼睇落更加放大同有神。雖然佢係大直徑，但效果都唔會好突兀嘅，色調係非常柔和嘅奶油色，令你嘅瞳孔更加鮮明又光澤，特別適合追求大眼效果嘅朋友。另一個人氣系列 VV Ring 係品牌嘅經典款，13mm 嘅着色直徑會帶嚟輕微嘅放大效果，外圈設計柔和而且加深輪廓，特別適合新手第一次戴 con 或者化開淡妝嘅你。大細方面 Relish 會比 VV Ring 大 0.5mm， 外圈咧就會更加明顯同粗身，所以上眼之後咧會更加放大同有立體感。而 Relish 嘅色調會比 VV Ring 霧感重啲，而且佢冇花紋感，上眼會更加融入瞳孔。咁整體嚟講，上眼嘅效果 Relish 嘅感覺係會比較 stylish 啲，但 VV Ring 係比較溫柔 girly 啲。如果中意大眼效果可以揀 Relish， 如果中意自然啲唔使放咁大就可以揀 VV Ring。咁喺分享妝容之前，大家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。講到妝容，啡色嘅隱形眼鏡通常會比較接近原生眼珠嘅顏色嘅，上眼比較低調自然，特別適合暖膚色。妝容方面可以用米色眼影打底，再用杏粉色暈染，之後再用一個比較微小嘅珠光做打亮，保持整體自然光澤。眼線我會用液態眉筆完成，佢嘅筆跡會比一般眼線筆柔和，令成個妝感保持輕盈。胭脂會用粉嫩色系提升氣色，唇妝再用蜜桃色，感覺會更加甜美。配合妝容啡色 color con 可以柔化眼神，令人感覺更加溫和親切。Relish 系列因為有大眼效果，令成個妝容更有活力，色調亦都令瞳孔更鮮明，成隻眼色得又大又精神。而 VV Ring 嘅感覺就相對柔和，佢嘅直徑係13mm， 屬於小型嘅着色直徑，效果就會比較自然，可以話係日常百搭款。咁同啡色相比，灰色嘅隱形眼鏡相對係屬於冷調混血感，眼妝都係用翻同一盒眼影，首先會用大地色打底，再用咖啡色增加眼睛嘅深圓度，之後會用一個亮度比較高嘅珠光打亮眼頭，提升立體感。而今次嘅眼線我會畫成小貓眼，令整個妝容更加有高冷感。然後選擇高飽和度嘅熒光色系胭脂，可以同灰色鏡片嘅冷調形成鮮明對比。最後唇妝我會揀同胭脂同色系嘅顏色，統一整個妝感。灰色 color con 會增加眼睛層次感，非常適合想要凸顯個人風格嘅你。Relish 系列嘅灰色仲係 New Jeans 成員同款，奶油灰色有微霧感效果，上眼神秘得嚟，仲有少少冰冰，化埋成個妝造型感即刻出晒嚟。而 VV Ring 可以自然咁樣增加眼睛嘅深圓度，見到佢嘅灰色係偏藍多少少嘅，但係柔和得嚟都唔會太強烈，上眼有微微嘅混血感，加上自然嘅直徑，日常戴都可以輕鬆 carry。其實顏色嘅選擇最緊要都係睇你平時嘅妝容同場合，而 Olens 有超過60款唔同顏色、直徑同設計嘅 color con， 最重要係全部都係有韓國製造，安全可靠。今次分享嘅兩個系列都係用咗佢哋嘅獨家 Pluscon 材質，呢個材質特別設計咗12小時長效保濕，仲有防 UV 同埋防異物衣服嘅特點，令你戴足全日都唔會覺得乾，亦都唔會刺痛或者有異物感。最後分享多樣我嘅私心好物就係 Olens 嘅 O-Flash 保濕護理液，佢嘅保濕能力超強，甚至比一般眼藥水更滋潤。只要喺上眼之前滴1至2滴喺鏡片上面，就可以令鏡片更濕潤，長時間戴住都唔乾。不過記得呢個唔可以直接滴入眼，有時長時間用手機、電腦或者喺冷氣房戴住 con 咧，用咗佢都會舒服好多。希望今條片可以幫到大家喺揀啡色同灰色 color con 嘅時候有啲靈感啦。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